国内新型肝炎的患者大约有40万人哦。一般来讲，肝若出问题，一开始是肝发炎，续来肝硬化，最后会变做是肝癌。大约有3%到5%的病人哦，落尾恶化变做是肝癌。最近台师大甲高雄医学大学研究就发现讲，伫咱人胃肠内底有一种叫做 ISX 的基因，伊可能就是影响肝病变的关键。团队会继续来发展预防还是治疗的药物。台师大甲高医大合作，伫C型肝炎的研究有新的发现。过去讲的肝癌3部曲，肝炎、肝硬化，最后致使肝癌，原因并无清楚。团队即阵发现，人体当中有一种号做 ISX 的基因，平常时拢踮伫咧肠仔内底。若是病人的 ISX 基因表现有较活泼，会致使代谢甲免疫失调。核心蛋白它是一个结构性蛋白，那它最主要就是调控了下有很多的基因，那其中有一个基因是我们实验室特有的这个箱型基因 ISS。肝癌的产生到肝癌的转移，都是发现说 ISS 会有高度的表现，而且如果有这个 ISS 表现的话，它的病人的预后就是生存时间，整个预后会比较短。国内有40万人感染C肝，大约有3%到5%的患者会变做肝癌。C肝若无疫苗通治，现主时的药物也只会使甲发病的过程延迟尔。现在吸肝的药物呢，基本上它是阻止了病毒的复制。但是呢，它只是延缓了肝癌的产生。那在一定的时间之后呢，患者呢，他还是会有相当程度的比例呢是产生肝癌。团队表示，即阵发现病人对C肝发炎到肝癌 ，ISX 基因是关键的角色。未来希望通透过药物限制 ISX 基因，让C肝病人有更较好的治疗方式。记者龚兆水台北报道。